这段你知道干嘛？只有放入每个人声音不够，我需要你们的人数比我还多，我希望能更大声。好。Thank you, motherfucker. OK， 那个等下干冰可不可以放少一点？不然我踩不到监听，我怕我掉下去。